众朋友，欢迎收看《真相同埋嘅》，我係劉飛珍。今邊現場有請到一位來賓，燕自台東來哦，彭水蓮小姐。水蓮係咪老觀眾朋友們好？飛珍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鵬鵬先生。水蓮先等一下哦，特別看到你嘅笑容都挺歡喜。鵬鵬先生係啊，專門教小朋友，嗰時候都特別都小朋友都喜歡鵬鵬先生。我想今邊我有向水蓮來，主要也係唔他提到嘅，你加上老師爺講下，你話要教細嘢，老客家文化相關嘅事情。唔過在你講了嘅之前，先老觀眾朋友了介紹一下你自家。我喺台東啊30多年咧。我係從細啊啲我嘅保育節嘅素材係苗栗嘅三義。你對苗栗曬到台東？讀書嘅讀師專啊，師專畢業後做國小嘅先生，就到台東去教書，一直到嚟下。台東嘅天氣很熱。係啊，去到台東教書都熱啲台東。錯。所以你就講你到台東生活，我想嗰片嘅客家莊老人嘅食譜，聽到強樣什麼？係啊，嗰片嘅客家人哦，較分散啊。我像頭擺係帶三義，係吳天平，嗰時候帶山東啊，貴莊嘅人留嘅同學全部都講客家話啊。貴莊畢業以後讀書，就親少講客家話。佢到台東以後啊，哇！嗰啲客家人哦，當場隱形起來嘅。真係哦。親少講客家話，咩唔點問人哋客家人咧？嗰時候你係到台東市嘛？市區啲度？市區錯，啲市區。台東較多客家人係啲池上、關山、六亞。我喺台東市區啲度。不過其實係分散出去啊，其實沒有客家人啊。不過大家都親少。如果唔知嘛啥係冇講嘅嘛，就唔知嗬。尤其20多年以前。嘅下時節，親少有安尼，大概係母語意思嗬，親少講客家話。我對水蓮嘅第一個印象，就講我聽語言詩，因為講水蓮嘅詩寫到啱好，以後睇片佢嘅聲音嘅表現也非常好。你睇講到台東嘅環境，實際上客家話看唔到，係乜嘅幾年，因為對於這樣嘅環境開始來做客家嘅創作。因為我以前就搞華語嘅學生嘅華語比賽，專門指導學生嘅去比賽安尼演講啊、朗讀啊，後來啊有全國語文比賽有那個模擬啊項目有納入來以後，我就自家用客家話寫客家嘅文章啊，伴學生嘅去比賽。結果自家當有感情咧，感覺自家用自家嘅語言去寫出來啊！當到嘅當久冇講嘅客家話就嚴重來，我想感覺當有感情啊！嗰兩時也很多國小教書嘅事嘛，水蓮講到兩個嗬，因為我自家也寫東西，不過我做一開頭，我講係一件事情，我寫出來又係一件事情，因為聽到用詞啊，還是講聽到嘅詞彙，聽就冇用咧，我也想唔到。寫本學生嘅演講啊，個韓國寫故事，不是講故事啊。其實個詩個用詞還蠻講，教育部推薦用字，還蠻清有標準嘅時間，就凊彩用一隻詩來丟嘛。哇，你都見過兩趟哦。係啊，其實我感覺曉講都好呀，用那隻詩應該冇乜嘅關係。就講我念就好。就講我講係有限啦，我留下來輕鬆要。有樣。啲古時候我都寫過嘅，寫文章、寫故事開始就感覺，都有意思誒。結果留嘅當到客家嘅詞彙啊，飲咗來，就感覺都有意思。呢樣嘅話我想問哦，就講你按樣寫嘅過程當然，因為你本來係喺苗栗嘛。唔過我想台東嗰片嘅客話，我講因為嘅那環境有啲係講法會落食譜冇溝用嘅嘛。
你讲到冲掉，那个台东老师傅亲毛强样就是吼，因为我以前喺带苗栗嘛，吼苗栗讲白丝烟啊，这个台东啊，因为多元族群，算讲再次移民啊，那啲有新到去对南部哎呦过来嘅，过来台东。花莲、台东诶，韩国屏东嗰样闽南过来嘅，当到强挑诶，又开又强，又嘅牛皮没有一两散诶，韩国南西烟咧，较多个北西烟咧，就强啊！嗰種係教小朋友嘅時節啦，嘅家長其實佢係南西煙咧，嗰種嘅有時我都學到，原來你講嘅話，老佢講嘅話。有模強樣哦，等於講而且教生嘅過程期間也有學習到啦，嗬。唔講像我哋嘅指頭記嘅，我就會講，因為我係北西嘅，我係冇你強哦。嘅小朋友見唔看嘢係講南西嘅嘛，我就係準衝佢。有一樣。就我印象最深嘅就講，你講歇困一下，佢就講崇拜一下。崇拜，好，即係嘢用天拜堂都話唔點樣嘅意思哦。來讚哦，要話讚來不卡，佢都講來貴哦。來貴哦。竟然有好多聽到，好多當到冇強樣嘅對照。老師，你下一個演講用嘅歌嚇，然後你自家做文學性質嘅創作都冇相同嘛？冇。竟然那時開始用客家做文學方面嘅創作。因為都開始感覺用母語來寫文章，當然意思啊。嗰時我就時常哦，嗰時想講睇這個年紀越來越大嘅。後生，用演後生嘅彭老師，就想講這個老好興趣啦，文學個畫圖咪真好興趣。嗰時就開始啊，就去參加文學營，個西部有幾盤文學營啊，驪山文學營啊，驪山總理府嘅驪山文學營，韓國北部文學客家沒有，客家必飛啊，沒有幾盤嘅文學營，嗰時我就會去上網就出去參加，就看別人嘅文章，就感覺真件咧，翻譯嘅文章當到嘅咩嗬？唔過啊，我都讀啲行業文章，讀起來特別有感覺，特別有感情，啊，就開始自家都吃下去啦。哦，跟藝術作品特別有出現場。係啊，藝術史係對我嚟講超有經驗性。也給聽眾老觀眾朋友分享。係啊，老觀眾朋友分享係人生藝術史。係，咁樣時都開始自家寫課啦。藝術史，因為啊，就想到我嘅生活經驗喺度啊，啲客家莊哦，你看到客家花布有冇？客家花布啊，當到天上我都看到啊，像皮骨，皮骨嗬，有個阿婆時代嘅皮骨我看到，嘅歡迎家樂天做些嘅連麻，頭有嘅布件，頭布件，韓國款式人，也嘅有哦，去擺呀款式人，就會用呀花布嚟款定嘛，韓國啊，我記得我嗰個叫做去學教嘅嘛，嘅環保嘅老師嗬，他都要你用行路去上課，把啲神行誒，要用把啲呀做嘅，數起嚟把，沒有按嚟把啲神行，嗰時候我都用呀神法經驗嘛，記憶度啊，當場當有感情咧，然後佢寫藝術史，佢講係寫藝術史啊，我太來結婚嘅時間啦，嚟做藝術史嗬，做自家做，做寫電路啊，用花布，因為個花色嘅太素怕見嘅啊，嗰時候我就用安尼花布嗬，底度包一鬆塊嘅一支湯匙。哇！我想人嚟聽咗會挺感動哦。係啊，結婚嘅時間啊，大家都有一個寫電路，個底度啊，輕鬆又係用藝術史。來分享一下藝術史吧，雪莉。好啊，講藝術史啊，寫係按照花色嘅太素帕件咧。花色嘅，我寫一條花色嘅太素帕件咧。寶殿翻到嘅，白彩神康，偏愛去學校讀書，係一種愛心。一條花色嘅太素帕件呢，寶殿成人，
宽財樹風，皮恩里去白公廟拜爺，係一種保佑。一條花色嘅大樹巴件呢，包頂立馬，帶在頭拿檔，皮夫人家落田做事，係一種散忙。花色嘅大樹巴件呢，包頂米粒。哇，新疆藝術史誒吼，就講雖然講係平常會用到嘅東西，唔算嘅作品底度呢，做了各種嘅感情，我給表揚下嚟吼。係啊，觀眾朋友見邊嘅來賓水靈吼，唔但會寫，又會表演哦。下一堂節目有很加精彩嘅，先看下，等下張哥轉到節目嘅現場。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邊現場有請到來自台中嘅彭水靈小姐，應該講鵬鵬老師。係啊，鵬鵬老師。睇下水靈老人分享了以下嘅以生平嘅藝術史吼，我想觀眾朋友聽到感受得到伊嗰種非常熱情、奔放，我想咧佢應該老伊嘅過去嘅經驗，就講伊嘅國手欣賞有關係。後來嘅創作，事實上也有非常多係老生年有關嘅。今邊係主要做老太家來分享。先到用客家寫東西嘅創作，做嘅詩，還係散文為主嘛。繪本和手編，好，你今日非常特別帶來你嘅作品，希望讓觀眾朋友分享。你用辦法開始寫客家話嘅繪本。哦，因為我寫用母語來寫文學啊，後來我感覺我主要嘅目的啊，係想要傳承語言，傳承語言嘅文化。因為我教學嘅關係啊，我知道嗬故事係真好傳承嘅，因為故事來學語言嗬，當好嘅學方法。因為我自己寫聲。喺個經驗來講啊，講故事本佢條聽啊，都佢條學語言嗬，較出色，較出色啊。因為個課本底度啊，嗬，念嘅啊，較無出色，當初生活化嘅語言來講，就古時候我用繪本嘅方式啊，繪本故事，底度有故事啊，嗬，有個故事內容，會寫成，要好看嘅圖嗬，做得來，我會有看一隻嘅圖，講嘛嘅事情啊，做繪本啊，會寫成人來看故事。哎呀，故事底度嘅文字啊，較生活啦，學生係較會感通。我說我韓國啊，我會用錄音嘅方式。哦，就講本意有聲音，做得學。係，做得錄音下來後，佢就你嘅語言做得保存下來。哦，佢也在用彈嘅啦。係啊，嗰時候我做繪本，我重要嘅目的嗬，都想講安尼來傳承，係我經驗係當好嘅方法咧。就講你嘅目標係聲音咧，啊，唔過做得本家長帶啲親子共讀，做得學習啲客家話嘅語言。分享下你嘅作品，分享我第本客家話嘅啊，袁火亮，故事啊，故事底度嘅語言有冇嗬？你看那樣，我比舉例來講啊，嘅故事底度嘅村莊阿童堡。哦，有嘅村莊。係啊，佢蒙頂貴太平嘅旱地哦，佢東港股佢祈求蒼天啊，因為佢村莊啊，就天太寒，冇水，大家都冇東西好食啦。佢都祈求蒼天啊，我說嘅故事講，天公啊，請你吹過我一條老百姓，係再唔落去。貴種嘅人同頭上嘅都會冇命咧。用講起來吼，台灣水靈老師咧等於係一個示範啊吼。就講水靈做單槍兩種圖，唔過兩種圖就是講挺多嘅故事，講加上伊台灣聲音嘅表現，所以就會幫伊寫到生下來咧，佢會感通，佢會感通個。我看嘅村莊阿童伯佢嘅安尼關懷貴種嘅人有冇？關心貴種嘅人。
系啊，水灵我感通啊。水灵再讲一下，乜讲到云火龙哈。也系咪有啲神医嘅节庆嘅故事，节庆嘅发通，系用嘅禾杆啊变凉哦。哦，禾杆变哪凉？没有你讲嘅崩凉冇咁样。云火凉系用禾杆啊，禾杆去变成凉。啊，变成凉之后呢？哎，嘅祈福嘅下流嘅香啊，插啲云火凉身上啊，祈福。古时候就讲其实系凉嘅线啊，系个蛋糕又非常多。做咩咧？用做骨架用喎，啊个变凉系用禾杆，当帆布诶，非常神奇诶。田种哦，就种到就大概种嘅禾杆留下来，就做啲你看拿来变成凉。啊，大家祈福啊，吼，个火香啊，就会插啲云火凉身上。啊，我希望更多两位吼观众朋友听到会感受到，水灵其创作的题材有非常多係菜系嘅文化、地方嘅故事，係啊係啊，係我自家感通嘅故事啊，我想我會感通嘅來寫本小朋友看，佢一定會感通。我想要云火凉係你第擺做了嘅繪本嘛，係啊係啊。啊，接下來我想要嘅最新嘅作品係咪要同大家分享一下？係我最新嘅作品，我都三妹風茶。三妹風茶，呀，做嘛我寫呀咯？因為因為我教學啊，都感覺一下寫人嘅嗬，較唔會老朋友識上，都上到自家啲呢，較因為要本太人啊，也較重聲人嘅有冇？哦，聲音少子化，係，對，本人保護到天河，有可能，佢都自家上到自家啲呢咯，千唔可以上到朋友，啊，佢說你行啊，都上到我千氣氛呀，千感覺風茶係客家哦，想講當重要嘅文化，風茶，就講頭個一個風茶嘅文化，然後就變咗繪本嘛，嗬。我想呢一本書一上去我去甲看啊，就講而係用一個散步橋嘅概念，嗬，雖然唔係講大河小說，不過也係散步嘅概念，T1、T2、T3，不過三個故事、三個主題連的嗬，就一完整。係咪加入啦？幾批老大家分享一下，你有冇想到呢個故事？係嗬，因為我寫呀故事嘅時間，我就去，因為我想到用風茶一種主題來寫，就開始去填掉，有冇？開始去訪問，哎呀，我推動咩滿啊嗬，滿客家鄉親，啊個。桃園新竹苗栗熟識嘅鄉親啊，即係親戚啊，呢個地方全部有風茶嘅文化。有，可見係普遍性嘅。像我啲台東要搞一群老人家，做客家事哦，因為我退休以後就做新傳師啊，行業新傳師，搞一群老人家，還個搞小朋友創作。啊！我嘅老人家吼，像我上到風茶啊主題啊，就老記得大宰骨啊，滿記得啊，記得做個廣東到風茶嘅事情。佢講頭擺真嘅有哦，唔過話佢頭擺人當苦吼，佢茶味太爽本啊，係用百里葉。哦，唔係真嘅茶味。係啊，記得當人講用百里葉吼，摘個魯迅嘅百里葉喎，野生嘅百里當道啊，摘個百里葉洗槍裡哦，洗走咯。用個台嘅種意嚟嗬，係愛泡茶本嗰老人士家種接一接泡茶咧，風茶。其實我寫呀，係熟悉當人講過嘅故事，我都自家頭腦裡都感到當感通嘅事情啊，就寫故事出來。結果我係上到一故事以後啊，就去講本人談啊，成機講本人談。結果我感覺就是跟大家分享就講，我寫出以後啊，就講故事本人談就係。結果我台東要開一個很多繪本工作坊要我都去參加。韓國有一個瑞士來嘅專家啊，韓國有個後生嘅藝術家吼，就本來建議講。你講嘅故事當好誒，啲青少年啊，留嘅族群嘅文化啊，都得講到安尼吼，佢哋都當欣賞哦，佢哋唔係客家人咯，結果佢當欣賞啊，就講都當有信心哦，佢哋讓建議講，你按到故事吼做一本啊，吼，嘅人看嚟會當大眾就
摕到东西，比如一本书啊，摕到杂，像杂，结果记住，我都听自己嘅建议吼，都要佢分咗3本，伊3本吼，一本一本来讲，第一本你个名哦，做乜个按到甜点甜，一本甜点甜，就係我想到其實嗬，風茶嘅形式嗬，以為係用水講，水講啲都種煮滾嘅茶水係煮好嘅，當本高路人要茶嚟食，以為係用太陽乾，一個用茶乾用茶乾種嘅哦，又係要泡茶米嘅哦，等下再來講一半。那我想要講嘅就，風茶有當多嘅形式，我想我一套啊，就大家風茶嘅冇共樣嘅就安尼，然後佢分享安尼嗬。日本地度啊，做乜嘅用甜點甜咧？因為風茶甜要當多汁啊，不過一隻甜係當鐵片，有名誒。嘿，按到甜點甜有名誒。一般睇地主講茶甜，鐵片按名甜點甜，鐵片按名嘅哦。結果我冇當到我一講故事本人談以前啊，啲小朋友都冇人講，唔啲個乜嘅按到甜點甜。係哦，青島人都回答咪講。迄時咧也俾茶吼，要講來嘅，結果唔係，你乜人講清楚唔係？一聽嚟讀一本書你就啲做乜嘢都甜點甜。錯，我講冇。哦，你要買一個伏筆出錯嚟係冇？我講也係本太介意看書當地。我知道應該去看書當地哎喲，唔過都講也係正經有日雜蔬菜，日雜蔬菜都難咯。一下冇嘅啦，係以前嘅故事。我除了去問鄉親老人家採訪嘅故事，去甲感動以外，我還有會去看嘅畫展啊。我親好看嘅鄉土嘅畫展，有冇？有個鄉土嘅畫家叫余秀雄。戴頭眼。佢都有畫到甜點甜咧。你係去問佢咩會講當多故事本。好，你個甜點甜嘅故事埋一個伏筆哈。觀眾朋友，因為水靈帶來非常精彩嘅一個繪本哈，佢用3本嘅方式來講一個完整嘅故事來講一個客家特殊嘅文化。人家先講咧第一本甜點甜，另外2本講乜嘅故事呢？下一堂節目轉過來講，先歇困一下。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現場有請到來自台邊清點一下嘅鵬鵬老師、彭水靈小姐哈。水靈台灣人今日老聽分享嘅係咧山妹風茶，總共有3本一套啦哈，一個繪本嘅故事。人聽講咧第一本甜點甜，後邊有嘅故事等下本大家來談。接下來向我介紹第2本。我第2本啊，係按到碰風茶，有意思。因為我係去做訪問嘅嗬，都聽到嘅種茶嘅人講當碰風茶嘅故事嘅。我想我用碰風茶做第2本嘅主題，唔過我親創嘅嗬，用一隻主題嘅故事嗬，係當上一本學生嘅小朋友啊去思考嗬。唔看嘅碰風茶其實佢係小綠葉茶啊，佢從嘅鹽膏嘅茶，嘅茶葉鳥時嘅茶葉，係做本學生嘅嗬思考，嘅鳥時嘅茶葉喎。整件唔好嘛？你要挖出來，係要挖出來哦。三妹係滿嘅碗幫味，做乜嘅鳥時嘅茶葉，你摘下來買咁有人愛。係哦，你個本從係用撞到鳥時嘅茶，係有隻特別嘅名嘅嗬。按到粗鹽茶，呢個客家講本從嘅牛嗬，你鹽到鹽，就一種茶葉按到粗鹽茶。粗鹽係都老嘢下，係要放一些客家鯰魚落去哦。嘅老人家就講啊，做乜嘅按這茶行愛摘來食嗬，因為老古人講啊。做肥師傅識客運好嘅就買本人嘅呀，
冒酱的茶叶无，就七家式。虽然讲了，给二老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有听到你唔啲陶瓷人客家人都肥，所以讲做陶瓷的师傅好嘅要拿去卖。啊，七家式的好是客文，就讲有给瑕疵的就去家用，物尽其用。你客家人咪穷用，种茶人哦，就给鸟时的茶叶啊，唔攀得木铁啦，就给穷用摘下来，连个茶骨都摘下来，就做茶七家式。韩国啊，奉茶亭有冇？奉茶亭嘅茶面都会用安尼茶叶，就粗盐茶去泡的哦。要不。按好嘅啊，你下碰碰茶天贵呢。不過台灣雖然講到呢個還有一個茶骨嗬，我啲講有對個風茶像茶骨也會用到，係啊，就講唔會浪費鐵啦嗬。係，錯。哎呀，啲都有寫到，雖然按嘅係冇好看嘅茶葉，唔過話後來啊就。啲都有寫到碰風茶講法，故事來由，大家都嚟看一下。哇！今日雖然帶來兩個什麼風茶嘅故事，睇第一本甜點甜嘅風茶嘅素材，第二本就講到碰風茶，就用到嘅茶米。佢第三本係講乜嘅故事呢？係咪？雖然老大家分享。第三本啊，我重點係講龍紅色。哎呦，有乜嘅意思？龍紅色你嘛冇？我要你介紹。稻谷龍紅，龍紅啊！最愛情嘅就龍紅啊，龍紅要做乜嘅用啊？呀，水缸啊，一隻茶缸，一隻田嚟嘅茶缸係風茶嘅。煮好嘅茶咪用係用水缸裝的，唔過啊，千天不係。給我用安尼龍紅色啲地杯。哦，你阿爸嘅呢個做龍紅色啦，嗬。係啊。聽說你問啊，佢本人愛食茶做嘛蛋糕，還要用龍紅色咯。係啊，佢高龍人講，哦，係乜人按快閃嘛，俾龍紅色都茶講杯啊。結果咧，結果咧，係真件快閃嘛。哦，其實啲都係看日本哦，看日就畫面就啲咧哦。其實有原因嘅啦，你講到你老祖先啊，嗬，頭擺嘅人當有智慧，頭擺嘅阿妹嗬。當有智慧就講，啲副卡做滾水嗬，或者生意嚟時嗬，咩話不用是龍紅上嚟，該啲副卡講生意嚟錄到啊，就講連條夾，唔可以本意連踢夾嗬，就盤一下，然後試一下，個試一下，唔過不用啲茶田，因為不用叫嘅冇按滾啊嗬，就唔係講講錄到，唔過咩係一種智慧哦，就嘛我不用咯。非正咁啲，唔啲，我介紹一下。用版型愛按用型用嚇。就係講高龍人啊，識行路行到稀急急。行當腳啊，因為開山路當煙，行到當橋啊，稀急急。總之一下連不上到。故說呢一個等於講係一好意嘅體現。本意講按盤嘅過程中。不用慢速度來練兩杯茶，係啊，當搭線嘅一種做法。你看呀，高龍人啊，佢就講，哇，煮茶本人是要按搭線，線杆按好，哇，佢講得吼，就慢慢地將個茶呢，噴一下，試一下，噴一下，試一下，講到呢位吼，呢個雖然我想聽說聽你老觀眾朋友介紹，我看伊把兩張圖啊，我是我聽上通，就講有樹嘅動作，還有一個盤嗰種，哎呦，在面夾嗰種肌肉，在線吼，還有一個模式。就講你用版型，我想到講按用型法都按上通，而家有乜嘅 model， 本而啲講，我按用型法。本滿到重點咧。其實我咩講，我喺退休以後才開始畫圖嘅。就講你本來唔係好畫圖嘅。唔過啊，我都傾向表達自己嘅想法，故說我都想盡辦法，畫出嚟嘅東西。我係好像係你自己，我用畫出嘢圖嗬，所以自己做 model。你自己生意做兩個動作。係啊，嗱你倒水喎。當
伊个国土还有书啊，用蛮青春的去甲安尼表演啊吼，系啊，啊就现个副卡人啊翕相，啊俺就用康定相片拍个动作，也没强用呢，也没强用，给俺老公，很气安尼，老去讲，俺老公做马豆，翕相，这个拍图啊嘞。哦，按用嘅话。等于讲，你俩在创造的过程，嘿，你我看你都有向下参与哦。系啊，挺有意思。嘿，然后虽然啊，送你俩本书，你俩图书挺神奇啦哈，就讲你俩比有写哈。观众朋友看一下，客家英文送你，好，你要慢慢想到讲，我本期送你也会系做忧伤嘅书。因为啊，汉语的故事啊，吼，我想到系当希望你汉语啊，其实你汉语当讲诶，按讲的语吼，系做得国际化噶，系真好。就讲本其他嘅外国人，可能有基比台湾嘅客家文化。像我也图书啊，分享问题啊，如果我啲台东啊，我用汉语写出故事以后啊，我嘅外國先生啲台東哦，專業嘅教啲國小啲都教嘅英文嘅美國先生，美國人哦，佢教英文嘅外國人先生，啊佢當感通愛推廣文化，結果佢哦義務當係育兒咩？嗰時候有啲都嘅姨媽，佢等於講佢老你翻咗英文嗎？翻做英文係前聽人當係翻譯，啊一隻留言咩係佢義務當係留言咩，係美國人哦，係翻譯嘅美國人要行當係修教，嗰時候其實我用當用心就錯嘅，即係講即係當用心，確實當用心，要順下做國民外交。其實安尼做得本外國人啊來欣賞安尼客家文化啊。佢按樣我問一下，雖然人家講那個外國朋友，佢按樣聽你講那故事之後，你係用中文講本佢聽，係嘛？係你講你出嚟拿英文翻譯。嗱翻譯，佢會翻譯，係佢會翻譯，啊佢唔好學，佢會問，佢都好夾本樣係客家人，佢問佢聰明咯，嗰個用版講一樣，因為用法，你寫漢語故事嘛，嗬，咁我要客家味道啊，客家語言文化，啊我要翻做。翻譯啊，唔過按你翻譯頭其實會有檢查，當到地方會有當南北台北嘅地方，佢會問嘅聰明咯誒。哇，雖然啊，聽你按樣講，哇，人家外國朋友讓你聽書聽多，古時候我想嗬，你個飛本聽到老太太介紹一下，每一家做一個很像QR code 密碼嘅東西，你那個有乜個用途？你用手機嘅啊，按你掃描就會睇到頁面嘅頁嘅內容，頁嘅故事，頁片上就係蓬蓬先生頁嘅故事，頁片上就係外國先生、美國先生頁嘅英文，標準哦。哎呀，古時候等於講一本飛本。兩頁就話要講我談客家，係我想學英文，係特頁都要，都要。按做啲學習語言來講，嗬，一頁啊，都得按你一邊又一邊學習吧。上課都係來談。嗰時候我上愛推廣嘅係希望家長來教老小朋友教下讀皮記讀書嘅時間啊，就做啲學習漢語，又做啲學習英文。所以你按用時吼，又有客家又有英文吼，你個飛本做出來之後，你正經去拿去教好老師嘅互通，大家嘅翻譯用版。嘿，正經啊，一書我本來啊吼，畫個時間因為係頭擺嘅故事嘛，啊都想講啊畫出來小朋友唔啲會接受麼？結果啊，正經。又當又好誒，因為小朋友會見看圖會見問，講故事，講故事俾佢睇嘅時節啦，佢點都會見問誒，啊佢看嘅誒我把嘅講學嗌有冇？甜點甜嘅本啊，你睇下佢看就啲哦，甜點甜，中馬好多甜點甜啊，嗬，即係佢看呢個嘅把嘅甜點甜嘅啲嗰啲講聲言嘅嗬，嘅小朋友聽過故事以後啊，佢當感動誒。點都就比講阿妹講聲音咩按簡單吼，嗰時候佢喊我畫安尼個聲音啊，當然味啲嘅安尼，小朋友當
动有兴趣。韩国爱风茶其实老小朋友讲的係，你吼维他命食上一種嘅文化。結果愛教剔以後啊，講故事俾小朋友以後，嘅小朋友喺佢畫圖啊，佢還要畫免費廁所。哇！水靈講到呢個吼，做到佢教學現場做4年嘅反應係乜嘅吼？我想呢個部分挺精彩哦，可看一下下一堂節目咯，大家分享。观众朋友，欢迎转到真相通嘛嘅节目，今日有想到来自台中嘅彭水玲先生吼，水玲听我听你安样分享吼，我刚讲你都搞好嘅现场，听上去热力四射，非常热情嘅一个先生吼。啊，听我有讲到你做一个绘本，我生嘅谈故事，啊，记得做画图，嘿咩老太家分享吼，你个搞好嘅现场，你要买起老生嘅互动，啊，看你都好像有散出挺多好嘅作品哦，係咪老大家分享？像我專長啊，我設計寫詩個畫圖，啊，我嘅專長係教小朋友啊，吼，我退休以後啊，較有時間啊，啊，我嘅方向都教小朋友創作，如果我設計創作以外，我要教小朋友創作，跟我教小朋友創作要分兩方面，一方面係寫童詩個畫圖，嗰種小朋友啊，咩讓我強要安尼。寫詩老畫圖哦，呢個係小朋友嘅作品，係小朋友，像你嘅寫詩吼，佢會用漢語哦，自家念佢自家寫嘅詩，哇，啊，我要錄佢小朋友嘅聲音錄起來，啊，佢要畫圖安尼。啊，樣對小人來講，佢嘅成長，佢也挺有成就感，係啊，因為啲作品書出一本書對不？係啊，保留嘅語言。呢本吼，彭水玲師生合作，你喺到哪邊搞呢？台東，一邊吼來自各間學校嘅小朋友。哦，講台東嘢嘛，係有38個小朋友作寫作家。哦，好。教過以後，攞佢嘅作品熟悉起來，係一個留言。其實我青春要係想去保存語言，保存嘅語言。係，嗰種用留言嘛，啊，佢自家會念自家嘅作品，哇，真有成就感。有一個挺好嘅成長嘅紀念啦，嗬。係，日本人都眼光望來眼，等一下，眼把個圖啦，自家咩去安尼寫詩個畫圖安尼，係老小朋友向下成長，向下學習。兩本都聽客家嘅味道咯。誒，人都來了哦，係。呀，除了教小朋友寫詩畫圖，還個教小朋友創作故事。哦，如果叫佢家寫故事，呀故事唔係單人寫喲。故事呢本做很多童話集，小人嘅狂想童話集，都叫做上嘅故事，叫做上嘅故事。我就盼按到夏令營，台東也喺台東，教小朋友創作喺台東撇書嘅時間，夏令營啊小朋友嗬，我會喺佢大家來嗬，大家傾下分工合作來上故事，韓國畫故事，實體嘅創作，唔係3年哦，係安尼規班哦，嗬，你也係22小朋友啊都分做。寫4隻故事出來，日本地都有4隻故事，差唔多4、5隻，強下做一隻故事，佢哋都強下去想，啊個強下寫出故事以後啊，都分工合作畫圖出來，像安尼其實我喺推廣嘅係小朋友之間嗬，基本留嘅客家文化，欣賞自家客家文化以外呢，佢要發揮嘅創意啊，想出故事，小朋友想喺老大人，你個大家看，我都參頭白講，幾神奇哦！佢又畫出一白講嘅樣嘅樣，不過都參頭白講咯。
像人他人讲的北港都较威严，知嘛？哎，小朋友上的啊，迄种调皮的，调皮用到参头北港。哎，我今日要学懂啊，不要用爱用讲哦。跟北港要好冲山歌啊！哎，你要照图就挺神奇了哈。你看你要照图，按照通文，你看也系法布灯笼，啊，也北极熊哦，用，北极熊啊，含不按嚟做法典嘞，你讲看，同阿聽做，哦，其實到你客家文化，其實小朋友我表演嘅故事，像你客家菜啊，有嘅故事，我到咦，你嘅菜呢？哇，做乜嘅菜唔見停哦？結果啊，喺本碰面處頭皮啊，結果咩叫我睇架已經。大家客家菜全部都熟悉落嚟，大家講下是客家菜。哦，大雕絲咧，也幾神奇。也幾做係我看也係2017年嘅時間做嘅嗬。呀，2018年不簡單咧，按到本。2018年我都有鄉下。做一本，繼續做一本，揾到斬掉哦。斬掉就係安強嘅意思。啊，創業咪強講，安尼一群小朋友嚟參加夏令營。其實我先創業嘅目的係，一群小朋友啊，一般嚟講唔係客家人咧。哦，記得有人鼓勵你上愛來欣賞、了解你客家文化，就歡迎佢嚟參加。啊，我都先。老記介紹客家文化，佢哋會有印象啊，客家有乜嘅文化，結果佢寫故事㗎嚇，做個老文化，表演嘅故事啲都，嘿，當神奇哦，我看到佢嘅故事啊，有嗬啊，啲故嘅太轉變，結果我看。哇！自然台，客語認真，係咪通過客語認真哦？我等一下哈，古嘢闖關啊，係咯，通過客語。誒，你阿咋？哦，要買套嘅貴少有一套誒。係啊，石獅田。錯，買套總那個新嘅貴少。旁順都有一個，係啊，有嘅呢。其實呢邊有講金絲田、聖基田啊、石獅田，像呢小朋友故事，我老爺你客家文化表演嘅故事啲度，我講佢嘅圖誒有冇？我開嘅我特睇嘅獅子誒有冇？開你特睇啦，仲愛攞佢手睇本佢過化純神。拿佢嘅石獅田嘅手法咪嗬？係種佢手法，一係客家人當石獅，當愛惜，準衝文獅啊嗬，準衝文獅。結果啊，我個滿田啊，因為按到獅文獅啊，你啲田當係砰砰比，結果圖嘅神通都變文獅圖。然後小朋鏡頭再帶到嘅話，發現雖然呢記得兩下認識文是有英文哦。頭嗰個露出線可能就寫中文，其他嘅聲音有英文呢。啲成員都會注意啲動作嘅，我都冇看到有英文。講到呢位後，我想我聊聊老觀眾朋友講下我嘅感想。如果雖然老師今日老大家分享一個一個挺神奇一本聲音講好教嘅方式，哎呀唔係說教，唔過佢就機會接觸到客家文化。係，個老客家文化呢，表演自家嘅創意故事啲度。嗰時候假使嗬，人嘅觀眾假使也有人係做欣賞嘅，做嚟考慮一下，係咪用一個方式讓嘅小朋友向下來創造？我想節目可能都裡面一些嘅時間嗬，可能要賺到水靈你自家本身嘅創造。然後節目一開頭講，一個甜點甜後背其實也有空的，有意思感動嘅故事。感動嘅故事其實我創作也飛本啊，也係講教小朋友創作。其實我嘅重點就係我自家感動嘅事情，我留佢化作文字。化做飛本嗬，做得傳承本大家認識。我所啲都其實係我自家當感動嘅。我想呢個嗬，在節目嘅主面也同人來大家分享一下，台灣人有讀到咧嗬，來俾大家看一下呢一張圖。哇！來講一下呢一張圖嘅故事咯。其實呢張圖係我看到嘅客家嘅前批啊，要講到一件事情，就係
天头鹅鸭一件事情。天头鹅鸭，天头鹅鸭，佢好一條番薯一條籽，頭擺人啊，頭擺嘅阿妹當辛苦嘅，多田些嘅寬態度，咩愛上山去做事，講生意嘅好生意，你唔看望人聽圖啊，都會比愛帶定上山去做事哦。我想看咯，番薯蓋好。鵝鴨放入菜籃度，一條番薯一條籽，哇，肩頭嘅蛋糕鮮嘛鮮，濃頭高機嘅頭那麼咩唔啲，原來係番薯撈鵝鴨天頭，也係拿鵝鴨撈番薯天頭。啊，有樣呢。所以像係安尼寫藝術史，很多天頭鵝鴨，韓國親密一攤啊，都想過，你看上到阿妹哦，你看鵝鴨細鵝一個一個肉，擔頭一擔一擔開，肉頭嘅椒粉咩唔啲，原來係幾年嘅磨合來天頭長春。也係拿長春來聽到你呀嘅磨合。所以你用啱啱嘅啊，非常相當於嘅作家嘅作品，係哦，做李橋先生嘅《寒夜三部曲》嗬，佢也有寫到一個主角鄧妹，主角去做田蛇蛇，做啊老鵝鴨一樣把戲，用印度啊，用其他嘗試去估一下哦。我想透過呢一種手法啦，嗬，確實就講韓國來一件事，啊，唔過呢一種土地嘅故事，係用人自家本身嘅文字，嘅語言，攞佢傳本身嘅係很有意義嘅事情。台灣雖然講到一個阿妹嗬，我忽然又想到。藝術史吼，我大會睇你念嘅時候都知道傲慢神奇，節目存到居民一起都好真係來分享呢個好冇？係俾阿妹俾嘅。走。藝術史我想吼，觀眾朋友睇嘅時候吼，看水鵬老師安排表演吼，聽說去買一個飛本來睇佢嘅相，然後賺到呢個阿妹俾嘅。哦，好哦，其實我寫阿妹俾嘅藝術史就係我懷念我自己嘅阿妹，因為。以前啲阿妹學嘅啊，學一群嘅，韓國學煮嘅，哇，學阿妹當啲鄉下，親戚來談，親戚來談嗬，藝術史我都紀念我嘅阿妹啦，嗬，都阿妹美嘅，阿妹當然從臉上改樣嘅，太馬古上了嘅。阿妹了解上長嘅鉗，黏嘅鉗上，黏上天，黏到鼻哥嘅拍月，韓國鉗上，一片黏到幾馬蟲，一片黏到草馬嘅，黏來黏去，黏盡無前無背，三排三步。慢啊，去落實嘅。哇，今日在一個水裡聽精彩嘅聲音嘅演出，來做一個節目嘅結尾，大家假設想個聽水林老師嘅聲音，還有佢嘅故事再來聽一本阿三妹風茶。水林非常感謝，希望老觀眾朋友講一下這位。非常安之些，各位朋友。請感謝，我當上我有請大家哦，一天來用安尼語言啊文化啊，從安尼哦，做得安尼上網來傳承安尼海苔，認識安尼客家文化，然後保持安尼講嘅客家語言。感謝水林，也感謝觀眾朋友嘅收看，下禮拜再會。